小安同小貝玩緊一個遊戲，規則如下：有9支火柴，小安同小貝輪流去拎，小安拎先。小安首次可以拎任意數量嘅火柴，但唔可以全部拎晒。隨後小安同小貝每次最少拎1支火柴，最多比上一個人拎多2支火柴。邊個拎最後1支就邊個贏。為確保勝出，小安第一次應該拎幾多支火柴呢？列出所有可能嘅答案。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嘅大埔分校主管 Priscilla。咁我今日會同大家講解翻2025年 Math Conception P1 級別答對率最低嘅5條題目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第40題啊。小安同埋小貝一齊玩緊遊戲。小安咧第一次可以攞到任意嘅火柴，但係唔係全部。咁所以即係話小安其實第一次咧就係可以拎到1至8支嘅火柴。我哋而家要揾下佢嗰個必勝法啦，就係確保阿小安最後係會獲勝嘅時候，我哋第一次應該係要攞幾多支火柴呢？頭先講咗小安其實係可以選擇嘅係1至到8支嘅火柴。咁我哋試下由最多嘅數量開始做起啊！我哋由8支開始去諗起。咁如果小安係拎8支火柴嘅時候咧，即係話小貝就會拎剩低嘅1支，咁佢就會即時勝出咗嗰個遊戲噶啦。而如果佢係拎7支嘅話咧，阿小貝都係會即時勝出咗個遊戲，所以即係話小安如果第一次係拎4至8支嘅話咧，係一定會輸嘅。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考慮4至8支火柴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，如果小安拎3支嘅情況係點樣先啦。咁如果佢拎3支嘅話咧，阿小貝之後拎1支，咁阿小安又再拎多1支咧。咁阿小貝就算其實佢拎1支、2支定係3支咧，最後都一樣係阿小安去贏嘅。頭先假設咗小貝係會攞1支火柴，我哋而家試下今次睇下佢拎2支或者以上係會點樣咯。咁如果佢拎2支嘅話咧，小安就會拎埋剩低嘅火柴。咁佢就贏咗㗎啦。咁如果佢頭先係可能拎3支嘅時候，咁其實小安一樣都係會即刻拎埋剩低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會知道小安拎3支嘅話咧，佢就會即時贏咗呢個遊戲㗎啦。根據頭先嘅情況啦，我哋就會知道咧邊個拎到第3支火柴就會取得呢個遊戲決勝負嘅主導權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就會睇得到咧。不論小安係拎1支火柴定係2支火柴都好啦，其實佢嘅第3支火柴個決勝負嘅主導權咧，都已經係俾咗小貝㗎啦。咁所以我哋其實就會得出咗個結論，就係所以小安第一次一定要係拎3支火柴，咁就會勝出咗呢一個遊戲啦。大家如果想睇更加多嘅奧數題目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